呢個時候咧，有請剛才有份參與表演嘅各個隊伍出嚟台前，請大家再一次以大家嘅熱烈掌聲，多謝佢哋精彩嘅演出同埋佢哋用心嘅預備。佢哋分別係12年級嘅集眾隊、中國舞蹈組、少年警訊話劇組、我哋嘅詩藝隊同埋手鈴隊，同埋而家正在為我哋演唱緊嘅合唱團。咁當然唔少得我身邊呢兩位咁活潑嘅小司儀啦。2016至2017年度屯門官立小學嘅畢業典禮已經圓滿結束啦。喺呢度好多謝各位嘉賓莅臨指導，咁多位家長嘅出席去支持你哋嘅子女，令到整個典禮新鮮不少。我哋而家一齊歡送我哋嘅各位嘉賓。首先俾各位嘅嘉賓先行離場，祝願各位嘅嘉賓、各位家長、各位同學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我哋明年再見。台上邊嘅同學，如果見到自己屋企人唔使怕醜喎，可以同佢哋揮下手喎。家長你都唔使怕醜喎，可以同佢哋揮下手喎，等佢哋見到你喎。好，而家麻煩蜘蛛人去安